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跟嘉浩学习汉语的阅读节目，我是嘉浩。以前很多人都说自己没有时间做这做那，尤其是对阅读来说，大家都说自己没有时间。但是这段时间疫情爆发之后，我们都有了很多的时间，那我们就用这段时间来学习和读书吧。就像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文章一样，当你阅读的时候，世界就爱上了你。我们一起来听。上周末去图书馆，有一幕深深地触动了我。一个5岁左右的小女孩欢快地在书架旁边踱来踱去，然后轻声跟奶奶说：“奶奶，我可以看这本书吗？”奶奶说：“当然可以啊，宝宝喜欢哪一本就看哪一本。”于是小女孩便乖巧地扒在旁边的桌子上，聚精会神地看起来。这时同行另一个女子说：“那么小的孩子能看得懂吗？”奶奶回答：“他不用看懂啊，看不看懂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想从小培养他读书的习惯，让他爱上读书的感觉。”我的心忽然被触动了，像平静的湖面泛起了层层的涟漪，久久不曾散去。我抱一本书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来，压制不住的感慨，一方面为教育，一方面为意识。一个从小便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家庭，必定深深地懂得读书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。他们对孩子言传身教的教育方式，也必定会使孩子一生受用。而一个从小便热爱读书的孩子，长大以后必定是一个内心极其富足且思维足够开阔的人。因为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，阅读越是多，内心越是沉稳。我们常说，一个人的气质里藏着他曾经读过的书、走过的路、爱过的人。因为气质是血液长期沉淀的产物，是漫长时光所赠予我们的最好的礼物。换句话说，你的内心是怎样的，你的世界就是怎样的。你走过的路不会骗你。网上有一个问题，什么是格局？我想，或许就是当我们在2楼的时候，看到的会是满地的垃圾，而在22楼的时候，会将满城的风景尽收眼底。不同的层楼会有不同的视野和态度，人也一样。当我们迈入了一个新的高度，就会有不一样的视野和胸怀，而拉开差距的，就是我们是否热爱读书，是否有一颗想往更高楼层攀爬的上进的心。那什么又是有文化呢？最近最喜欢的一个答案是，文化就是植根于内心的修养，无需提醒的自觉，以阅书为前提的自由，以及为别人着想的善良。而读书不会让你立马变得有文化，但有文化的人一定热爱读书，因为书里可以提供思维必须的营养，也是思想无穷的源泉。可能还有人会问，我们为什么要读书？如果最终要回到一座平凡的城，打一分平凡的工，读那么多书又有何意义？
曾经看过这样一种说法，我想我们的坚持是为了，就算最终踏入繁琐、洗尽铅华，同样的工作，却有不一样的心境；同样的家庭，却有不一样的情调；同样的货代，却有不一样的素养。是啊，我常常觉得人生是一场修行，我们所走的每一步，所吃过的每一重苦，最终都会照亮我们的路，而照亮以后的气场里，便沉淀着在岁月的大浪淘沙下所有走过的路以及看过的书。便是读书不会给你带来直接的财富，但是却可以使你的内心富足。当你爱上读书，你便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在偷偷爱着你，因为你会在书中的世界里遇到更好的自己。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阅读。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，记得分享给更多的朋友，让其他学习汉语的朋友们一起来学习汉语。今晚跟大家说一声晚安，我们下期再见。